Hello，大家好，我係 MBB 啊。我哋嚟到咧就係中國大戰略嘅第五集啊。今次要講講叫定向能嘅武器啊。點解咧？因為咧最近傳出咗咧委內瑞拉咧就俾美國打嗰陣時候咧有用到呢種武器啊。咁咧就令到咧委內瑞拉就無還手之力啊！即係一個鐘頭之內咧就係個總統啊俾人捉咗。咁點講咧？就話佢當美國打入去委內瑞拉suppress 咗佢嗰啲防空嘅設備之後咧，咁佢咪落去個用個直升機吊嗰啲美軍落去嗰個個宮殿嗰度嘅個總統個宮殿嚇。咁咧佢落去嗰下嘢咧。就有好多委內瑞拉啲士兵咧就話保護嗰個宮殿啦，咁咧就有開火啦，同美軍。咁美軍用咗一種武器咧，就係殺人之無形嘅，就話即係有傳出咧，就話嗰啲委內瑞拉啲士兵咧就係暈陀陀，突然間咁咧就有啲係吐血流鼻血，咁隻眼碌碌咁樣就總之係好似係隔空俾人用咗啲音波啊，或者啲微波啊，或者嗰啲電池嘅嗰啲能量咧，就令到佢個人係咁啊。咁呢啲唔出奇嘅嚇。其實咧，美國咧好早之前咧已經係有咗呢種武器噶啦。其實嗰啲激光嘅武器就係定向能另一種啫嘛，佢就射啲電磁波啫嘛。激光就係等於電磁波嚇。咁咧就好可能咧，佢哋用咗呢種咁嘅電磁波咧，令到嗰個嗰啲士兵嗰啲委內瑞拉嘅士兵咧就頭暈暈咁啊，犀利咧就係直頭嘅連個腦連個眼都煮熟噶。即係好多年前美國佬都可以用呢啲咁嘅激光令到你個眼球都爆咗噶，即係煮熟你個眼球啊。咁唔出奇啊呢啲。咁個原理等於你平時喺屋企用個微波爐一樣啫嘛。個微波爐啲放落去就咪啲嗰啲一撳咗個掣咁，呢啲飯煮，即係有啲會加熱幫你呢啲飯餸菜加熱，就係冇嘢㗎。佢就係用嗰種電磁波咧，就係令到你嗰啲裏邊嗰啲粒子就震盪，因為震盪又摩擦咪反生熱力咯咁一樣啫嘛。因為如果佢當咗一個空間裏邊變咗一個大型嘅電磁爐咁樣微波爐咁一樣可以將啲人煮熟咗㗎，真係個腦袋度咁其實咧就係好可怕呢種武器真係會死得好慘啊！咁但係咁有啲人就懷疑，哇！美國佬真係咁犀利，中國咁夠佢打咁大家放心喎，呢種咁嘅武器中國都已經係研究咗出嚟啦。好簡單，你睇下嗰啲5G 嘅技術5G 技術就係用呢啲咁嘅微波傳出去啫嘛10公里、10至20公里或者十幾公里、一兩公里都得你越近咧就越快個傳送一樣啫嘛。咁佢美國佬咁幾百米咁降落去嗰陣時候，佢用嗰個能量都差唔多㗎，可能即係中國都有呢種武器㗎。咁不過就因為真係好絕用得呢種武器咁相傳咧就嗰陣時候同喺5年前中印咪有過一次打起嚟嘅用徒手咁打起嚟用棍木頭大棒咁打咗死咗40幾人嗰個印度人。咁咧後尾印度咧就相傳咧佢有用嗰啲坦克車咁咧就諗住喺嗰個交灣嗰個 valley 嗰度咧攻入嚟咁點知俾中國用一啲咁嘅定向能武器，嘣直頭癱瘓晒啲坦克，唔喐得咁又相傳咁所以咧都唔使驚。咁你睇得到中國嘅5G 技術幾犀利你話佢有冇啲咁嘅微波武器一定有嗱。同埋咧，你喺北京或者上海有啲地方咧，咪啲大媽跳舞嘅咁中國咧都出咗一種咧係以音波抗音波嘅設備令到咧就好似呢度啲大媽跳舞歌聲，但隔離咧就聽唔到噶。咁一樣佢就將啲音波撞音波咁大家減咗咪聽唔到
咁你嗰啲耳機啊，你有啲耳機啊，直頭係聽唔到外來聲音㗎，係咪一樣啫嘛？嗰個道理，即係呢啲咧係中國咧都掌握咗咁嘅技術啦，即係等於係啲音波武器嚇。音波武器其實咧你查應該喺中國都有呢種武器㗎啦，即係話佢愛嚟驅趕嗰啲示威者啊，用啲音波震你震到你咧就係頭暈暈，你就會散晒㗎啦，成個人嚇。咁咧就你唔可以再聚集一齊啦，會散㗎啦嚇。咁啊音波武器，咁咧就話同埋有一種武器咧就係喺即係太空上嚇，咁射落你嗰條粒子啊，啲粒子武器嚇，咁中國都掌握呢種技術㗎，不過咧就係都冇乜公佈嚇。咁呢啲技術咧就最主要用電啫嘛嚇，你諗下中國嗰啲電池技術幾犀利啊嚇，電池彈射器都有啦，仲犀利過美國嚇。咁美國當然都係一早掌握咗呢啲技術啦，咁但係都冇話好普及咁用到，最主要因為你打嗰啲弱國通常你就好似覺得美國佬好犀利啊。嗱，美國佬你睇歷史上佢打過幾多個真正係同佢同級數嘅對手啊，得日本一個啫嘛，係咪啊？咁打贏咗日本，最主要佢都係有原子彈，同埋咧佢嗰個工業，佢係一個工業大國啊。咁咧就冇辦法啦，捱都捱死咗日本啊。咁你睇跟住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係冇邊個國家俾美國打過咧，真係同佢勢均力敵啊。中國就係一個勢均力敵嘅對手啦嚇，俄羅斯又係啦，係一個勢均力敵嘅對手。點啊？大家都有長程武器啊嘛，係咪啊？中國仲犀利，有高超音速長程打航母、打移動船。你有音波弓都冇用啊，或者你用一啲微波都冇用，你遠得滯啊嘛，你幾百公里，中國成幾千公里就打到你啦，1500至2000、3000公里都打到你。咁你啲音波你點去到咁遠啫？係嘛？你就算俾你用微波，你越遠佢個能量就越弱，係嘛？所以都冇用噶嚇。咁呢個世界即係話真正打仗咧，美國佬係驚咗唔敢同中國打，最主要因為有咗咁嘅長程超級音速精確打擊啊，仲要精確打擊喎。因為一隻船有幾大？300米，如果你打到係即係在50米之內，你就走唔甩啦嘛。就算係50米，咁你得300米、100米咁啊，嗰啲導彈船啊，或者啲航母啊最多咪100米長到嚇。咁如果有咁嘅精準，咪打到你咯咁所以咧就係雖然話好似美國佬哇咁犀利，其實講真，佢一路都唔敢從中國咬手瓜。喺個沿海度可以講第一島鏈、第二島鏈，中國係冇敵手㗎冇邊個國家打到美國最犀利啦咁如果美國都打唔到，咁全世界冇邊個國家打得贏係中國㗎。如果俄羅斯都唔夠中國打，點解咧？因為你陸軍中國係最犀利㗎啦俄羅斯就接近住中國嘅用陸軍就打到俄羅斯啦。咁俄羅斯點夠中國打咧？如果打陸軍㗎，蟻多嬲死象都嬲死佢啦唯一就係話大家都係核大國冇得打，因為一大國你滅唔到對方嘛。點解核子彈出現咗又冇一個超級大國打仗咧？因為大家都滅到對方嘛，咁冇意思啊！你滅唔到對方，你就打都冇意思，就得個打字，打完咧就大家傷晒，殺敵1000，自己自損800咁咧就而家咧中國咧就係同美國鬥咧好多方面都鬥緊，咁但係即係話你有個武器我都有我唔驚你，你都唔驚我，唔大家熬落去咯。咁中國係個工業大國，咁你講打仗嘅係講經濟嚟支撐噶嘛俄羅斯點解一路撐到落去都係中國幫佢，如果唔係一早瓜咗啦，係咪先？你打唔落去啦嘛即係冇個工業同埋個經濟嘅支撐咁樣，即係話俄羅斯都有
研究過點解今次打烏克蘭即係泥足深陷咧？最主要因為你冇一個經濟支柱支持嘅咧，乜嘢仗你都打唔成功啊！咁好啦，講住咁多先啦，呢一集。